一班識咗好耐嘅朋友，相繼逐個談戀愛、結婚。最難得嘅咧就係你嘅另外一半咧都可以融入去我哋嘅群組裏邊，可以大家一齊笑、一齊開心、一齊玩、一齊食。見你啱啱踏入一段新嘅關係嘅時候咧，你帶住你新認識嘅嗰個另外一半嚟到我哋嘅圈子裏邊，我感受到你哋兩個彼此嗰種甜蜜，同埋每一次互望嗰種激情。但係一段時間過去咗之後咧，發現咗唔知點解，係咪因為你哋之間彼此已經熟絡咗啦，關係已經穩定咗啦，而俾我哋感覺到你嘅另外一半每一次嚟到我哋一齊玩、一齊聚會嘅時候，變得冷淡咗，氣氛好似僵硬咗。有一次單獨咁樣同你一齊去飲杯咖啡傾下偈，你話喺以前嘅時候，大家都會投入咁樣去聽下彼此嘅傾訴啦、說話啦，適當地又作出啲回應。但係而家咧，感覺上好似兩個人咧發生咗一個消極嘅共存世界裏邊咁。好多時候咧，等咗好耐，都冇一個深入嘅交流嘅時間同埋空間。有時候咧，你又發覺當彼此雖然喺度傾緊偈，但係咧，另外一半咧，你會發覺到其實佢只係抽離咗嘅，似乎好似冇聽自己講嘢咁。而且你都話喺以前嘅時候，只要咧自己有點滴嘅進步咧，你咧就會好開心，就會咧好興奮咁樣咧去為小事而慶祝。但係而家唔知點解，種種嘅行為已經唔可以再觸動到對方啦，似乎遭遇到好事壞事，對於兩個人嘅關係，好似真係變成毫無關係。唔知道你點樣去睇、去平衡一段嘅關係，伴侶之間應該點樣相處咧？或者有時候咧，我哋喺當初認識同熟絡咗之後，再加上好可能一齊住，感情真係會變得冷淡。但係關係會唔會又成熟咗咧？每個人嘅開始都會互相對對方做一啲浪漫同埋貼心嘅事，熟絡咗之後就唔會再做啦。過去你都會不斷咁樣喺伴侶嘅身上面帶俾佢驚喜，但係細心啲諗，你今日亦都冇太過執着去為咗啲小事而為你嘅伴侶去做出一啲驚喜，關係就可能變得沉悶而且冇趣味。